美国罗德岛州的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13日下午惊传枪击事件，目前已知有2人死亡，9人受伤。一名20多岁男子因与枪击事件有关而被拘留，但因证据不足将被释放。澳洲雪梨海滩14日发生重大枪击案，造成16人死亡，40人受伤。警方已证实行凶枪手是一对父子档，这是澳洲近30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。川普总统12日表示，不确定其经济政策能否转化成共和党的选票，在明年期中选举取得胜利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4日在和美国特使于柏林会面前指称，乌克兰已放弃加入北约，以此作为让西方国家在俄乌战后提供乌方安全担保的交换条件。一架捷兰航空公司客机12日自加勒比海小国库拉索起飞后，爬升过程中险些与一架美国空军加油机空中相撞，被迫紧急改平以避免撞击。